要點解寫呢啲啊？其實係同觀眾之間嘅關係，唔係講同事啊，大家講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同事嚟㗎，都係俾你哋嘅，你哋首歌係送俾你哋嘅，送俾你哋咯，各位老 best。很想再和你行過無數多少深夜裏，追憶過往年歲。微笑聲稱佢2米高。聲線像那位天天見面，良宵就似我，不捨從前，藏這刻總會發現，但在 YouTube 看見，像舊日同愉快過的。